欢迎收听文言良语。一句文言良语，互咱学习人生真理。咱伫这个场病内面叹息劳苦，伊毋是愿意躺落这个，咱是愿意亲像迄个，好互这个得较死的，互活命吞灭咯。为着安尼，陪一咱的就是神，伊由赐予咱圣灵做凭据。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4节。第5节，咱伫这个场病内面叹息劳苦，伊毋是愿意躺落这个，咱是愿意亲像迄个，好互这个得较死的，互活命吞灭咯。为着安尼，陪一咱的就是神，伊由赐予咱圣灵做凭据。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4节、第5节。人生70年、80年的肉体生命，使徒保罗讲，敢若亲像场病共款，打起来咯，但是一下久就要搁跳咯。并且活着这个敢若亲像带着场病这种软弱肉体呢，咱的心灵是非常的叹息劳苦，尤其是外在患难、病痛、痛苦、生活困难、环境、心理负担惊恐，往往这个时阵，软弱人就会愈来愈感觉叹息劳苦，尤其伫这个灵界遍地游行的撒旦。更加是借着这个机会，伫人的心中，不但放落灰心丧志意念，伊也常常伫人的心中放落厌弃世间的念头，互咱人会感觉讲活这个世间无啥物意思，失去刚强意志，甚至有自杀的念头。因安尼，每一天有真侪人用自杀来结束家己的生命。但是基督徒拄着患难时阵，有圣灵甲咱同在，赐予咱心灵的力量，有真神的话伫咧帮助咱，指示咱所当行的路，调整咱的脚步，靠主忍受一切患难。知影咱伫这世间是做人客，咱羡慕一个天顶搁较水的家乡。但是这是甲一般厌弃世间的思想是无共款的。羡慕天顶家乡的人是有信心的人，有盼望的表示。但是厌世的思想呢，是对灰心失望所产生的。这两项是大不相同的。基督徒有羡慕天家的思念，却是无应该有厌弃世间的思想。基督徒伫这个世间，无属伫这个世界，也无贪爱这个世界，却也无厌弃这个世界，总是真人活在世间所当尽的本分。等到神的时阵就到了，日期就满足了。神互咱的灵魂离开这个肉体的场病的时阵，就要呈上神所做应尽的办恶，就是荣耀的灵体咯，就无再有哭泣、悲哀、痛痛、死亡的代志咯，一切也拢过去咯，真欢喜快乐的归回天顶的家乡。但咱活在这世间，咱有咱应当尽的本分，有咱应当完成的任务，绝对唔通放弃责任来厌弃这个世间。神的爱伫咧激励咱，互咱满心有活泼的愿望。古圣徒摩西也捌求死，以利亚先知也捌求死，
但是拢无忘神的喜悦。咱袂当比律法甲先知的代表搁较好，但咱有基督的生命伫咱内头，有保惠师圣灵伫咱心内做主，伊帮助咱、培养咱、支持咱，印证咱将来要去美好的所在。咱伫这个场面内面叹息劳苦，伊毋是愿意转落这个，咱是愿意亲像迄个，好互这个得较死的，互活命吞灭咯。为着安尼陪着咱的，就是神，伊又赐予咱圣灵做凭据。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4节。第5节。以上文言良语由真耶法人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制作提供，感谢收听。